如果你喺呢3次呈分試度都失咗手，未達標啦，究竟你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仲有啲乜嘢可以補救一下？大家一廂情願啦，即係更加勁嘅學校唔代表成為咗更加勁嘅你啊嘛！你係需要靠自己嘅雙手，靠自己嘅努力。勁嘅係個學生，而唔係間學校。即係話去到叩門嘅時候，點樣先至可以入到閘，成為學校會考慮收呢個叩門生嘅一個條件呢？當你成功咗筆試完成，咁點樣去應對呢個面試呢？面試會問啲乜嘢呢？希望咧大家真係3月份開始咧就要準備一下。如果有諗住或者有計劃，有預備定去叩門嘅話呢，就要準備一下啦。有啲咩可以準備呢？大家好，我係郭 Sir。6年班嘅同學呢，呈3應該都已經係去到尾聲㗎啦。有啲學校呢，因為今年農曆年嘅關係呢，可能呢喺個第3次呈分試呢都提早咗考試。又有啲呢可能過完農曆年先至考。但係點都好啦，第3次呈分試應該都迫在眉睫，或者已經完成咗。郭 Sir 同大家講太多嘅呢都冇乜意思。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如果你喺呢3次呈分試度都失咗手，未達標啦，究竟你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仲有啲乜嘢可以補救一下？又或者啦，仲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偷到雞入到你心儀個學校？但係嗰間學校呢，未係你而家成績嘅標準呢？今日我哋一齊探討一下。未開始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撳埋隔離鐘仔啦。當日有新嘅片呢，即刻我哋又同你分享啦。咁究竟呢一件事點樣可以做到呢？咁一定係講緊我哋嚟緊5月底6月份會考嘅一個畢業試啦。喺畢業試裡面啊，當然啦喺個競爭上面呢，相對地啊係相對啫，唔係話低啊，係相對嗰3次呈分試呢係冇咁高㗎。原因就係有部分嘅同學可能喺自行選校階段呢已經獲咗正取生嘅資格㗎啦。咁會唔會有啲同學話我正取生資格呢？我哋都係唔知足嘅。我仲想咧去到7月份咧做一個叩門嘅動作，希望咧可以人望高處啊嘛！我希望咧可以再更上一層樓，揀一間更加勁嘅學校。咁當然啦，嗱呢個係大家一廂情願啦，即係更加勁嘅學校唔代表成為咗更加勁嘅你啊嘛！你係需要靠自己嘅雙手，靠自己嘅努力。勁嘅係個學生，而唔係間學校。間學校只不過咧係一個平台，一個地方去俾學生去發揮佢哋所長，即係話去到叩門嘅時候，點樣先至可以入到閘，成為學校會考慮收呢個叩門生嘅一個條件呢？第一，當然就係要成績好好啦，好好嘅意思就係對比起間學校啊，唔係話你本身我要收個個都係90分、100分定係點樣，係對比嘅啫。即係個比較之下，邊個係比較好，邊個冇咁好呢？咁呢個就係因人而異，有唔同學校有唔同嘅取態，又或者啦，佢哋當然啦，每間學校有佢哋嘅標準啦，大家可以參考翻，究竟啲學校有啲乜嘢嘅標準係需要大家去符合，然後呢去做好嗰件事嘅。咁到你入到閘啦，咁即係話即將就應該會有一個筆試，再有一個面試。理論上呢應該係考咗筆試之後先面試嘅，即係話筆試成績達標，即係你揸住張成績表，喂你好叻喎，但係我又睇唔到你嘅 rank order，咁我就要透過一個考核筆試去知道究竟你係咪我哋學校啦，即係想取錄嘅一個學生或者一個符合個條件去取錄你啦。喺筆試裡面啊，我知道咗啱數啦，咁就去面試啦。咁喺呢個筆試過程入面，或者之前啦，咁你要有墨水啦，你要有一個好好嘅知識能力點啦，咁呢啲嘢全部都係一路去準備啊。如果你嚟緊3、4、5、6月乜都冇做過，諗住呢7月7號放榜之後又需要叩門呢先至準備呢，冇話唔得嘅。但係準備完之後呢，俾你聽個效果係一定做得唔好嘅。點解啊？你諗下啦，如果你將所有嘅嘢，雖然啊我哋喺6月有一次畢業試，但係如果畢業試你都係得過且過，求其 hea 過咗嘅時候，即係代表咗你嗰幾個月都冇乜點樣好認真地預備過一啲需要考試嘅一啲知識啦，或者係需要去好 intense， 即係嗰啲叫咩啊？好嚴密地啦去考試啦，可能坐低45分鐘1個鐘，但係中英數都要考晒。咁呢一個過程，你會唔會感覺到有一個好大壓力呢？因為你覺得自己未 ready， 未準備好啊嘛。喺呢個情況底下，你未準備好就去考嘅話，咁一定係會有所打折㗎啦。
個折扣係乜嘢啊？就因為你有壓力，又或者啦，你好緊張，你唔能夠可以用你100%嘅實力去發揮出嚟。又或者咁講啦，你準備唔夠，可能我哋下學期啦，由3月去到6月去學習嘅嘢，你都未鞏固嘅時候，你個筆試點會考得好呢？又另一樣嘢就係去完筆試啦，當你成功咗筆試完成，咁點樣去應對呢個面試呢？面試會問啲乜嘢呢？當然唔同學校林種種問題咧都會問嘅。我建議大家真係啦，面對住唔同嘅問題，我哋唔係去貼究竟嚟緊會問啲乜嘢問題，而係我哋盡可能就係揾晒一啲可能會發生、可能會問嘅嘢，我哋都預備一下。因為始終喺我哋嘅叩門階段，面試呢冇一個好既定嘅標準啦，冇一個好標準嘅框架去話俾你知，究竟係咪一定會考 A， 一定會考 B， 定係唔會考 A 同 B， 只係考 C， 可能 A、B、C 都會考都未定。呢個就係一間學校，佢哋可以每一年都變換唔同嘅模式，等你無所適從，令到佢哋可以揾到一啲真真正正係勁嘅，係叻嘅，係啱佢哋嘅學生。咁呢一個情況係咪真係年年都會出現？咁當然唔會啦，即係你重新去擬定一啲題目啊，諗下究竟啲學生嘅應對啊，我哋分數點樣去比啊，成個分數嘅架構啊，都係要重新去設計、重新去擬定嘅時候呢，都唔係一件咁易嘅事嚟㗎。所以大家記得啦，即係要準備嘅話，希望呢大家準備得最好，又有一個最壞嘅打算。咁樣呢，你成個預備嘅過程呢先至會好嘅。咁但係有啲人呢都會覺得，喂，正取生資格3月31號先出，咁我而家就開始預備嘅話，咁咪即係好似我有正取生資格，咪白費咗1個月嘅努力咯。嗱，但係你記住，你而家嘅努力呢，其實永遠都唔會白費㗎。學咗嘅嘢係自己袋住㗎嘛，學咗嘅嘢你一定係會記得㗎嘛。同埋我哋練習到好似一啲叫做一講就即刻識嘅時候呢，呢一個先至係學到最後嘅真諦啦。我哋叫做好冇？好啦，點都好，希望咧大家真係3月份開始咧就要準備一下。如果有諗住或者有計劃、有預備定去叩門嘅話呢，就要準備一下啦。有啲咩可以準備呢？咁我真係可以所有嘅知識係需要鞏固啦。你嘅中英數嗱，常識科應該唔需要特別準備㗎啦。中英數比較緊要，有啲諗法嘅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揾郭 Sir 再問下，再了解一下。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可能睇完郭 Sir 嘅片，未係好知道點樣去做，未係好了解或者清晰嘅時候呢，呢個 QR code 呢 scan 完傾兩句，可能你有多啲嘅諗法。記住啦，唔一定要課金俾郭 Sir 嘅，或者我哋嘅團隊嘅，係啦，我哋傾完兩句，你有所得着呢，郭 Sir 都會覺得可以幫到一個人而都幾開心啦，係咪？同埋你哋睇緊呢條片嘅時候，有睇下廣告呢，都算係一種課金嘅過程嚟嘅，好冇？咁啊，郭 Sir 分享今日去到啦，希望呢下次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